29号七夕情人节，市情广山湾台南小百门店试营运第一天，也未开门，就有袂少人伫门口拍着大日头，举着雨伞，排队等待入场消费。有人对真济讲着来等，还佫有一位阿婆想要插队，看其他人冤家。还在这里的啦。他排在你前面吗？对的。人家就说不是，你那是我你讲白面。啊，人就讲你主持你。11点开门时间一到，店内马上客满人潮，有5万人次。馆内总共超过200间品牌进驻，当中有来自日本的知名超市。工作人员无用着发牌仔疏解人流，还佫有泡泡玛特、宝可梦等人气 IP， 嘛是相当受到欢迎。我们是从早上8点的时候就在外面排队，然后特地买这2只限定的版本的皮卡丘，整体还蛮舒适的啦。然后楼上的餐饮还蛮多的。这间店是新港山湾全台的第16间分店，原本是当地市百货，接手了后打造成1.1万平的中型百货规模。经发局看好未来发展，期待会当带动经济成长，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。业者嘛表示会当伫遮提供1000个食头路的机会，估计今年度消费达到1000万人次。多元的美食、艺术、科技，就是要打造一个潮流的生活场域。那我们让我们的消费是更具美感、更有温度的一个日常。我们对于这个场域的这样经营规划，还有星光三月蛮有信心的。那希望它能够在未来在地的商圈里面能够带动一些人潮。另外，针对着江边交通的部分，市建局第5分局嘛透过监视器来管控车流，看状况来协助交管，呼吁民众多加利用江边停车场，同时建议选择大众运输前往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